2026年丙午年咧，要講下屬雞嘅生肖運程啦。屬雞嘅朋友咧，今年性格咧比較溫柔隨和，吉星咧係有天月、太陰、紅鸞星。今年咧，你嘅吉星咧就係多嘅，亦都係多貴人嘅相助。你今年咧工作上咧可以做啲美容嘅行業，譬如咧化妝師、銷售化妝品或者係女性服裝之類嘅話咧，係對你係非常有利嘅。在職嘅人士咧，如果你嘅上司係女性嘅，會對你更加有利嘅，因為你嘅貴人運咧就非常之旺盛，容易得到女上司嘅扶持，亦可以令到佢哋對你咧有留下啲好好嘅印象。財運呢方面咧，可以做啲歡喜財嘅行業，譬如婚禮嘅佈置、婚紗攝影、設計呢方面，係對你事業呢方面咧有所幫助嘅。投資呢方面咧，不妨做啲長線嘅投資啦。最好咧透過專業人士俾啲專業嘅意見你，對你咧更加有利嘅。感情呢方面咧，桃花運咧就非常之旺盛。今年咧感情甜蜜，拍緊拖嘅朋友咧，不妨考慮下拉埋天窗，係個結婚嘅好流年嚟嘅。讀緊書嘅同學們咧，反而要注意下啦，唔好咧顧住拍拖荒廢你嘅學業。做家長嘅就要注意下家中嘅屬雞嘅仔女，要識得引導下佢哋正確嘅思想，避免出現咗感情嘅問題。空星咧又貫索勾神星，今年咧你容易做事疑神疑鬼，小心有是非口舌、官非刑事嘅事情出現。化解嘅方法咧，可以佩戴龍、牛、蛇嘅飾物，增加你運氣啊！